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創辦人 Edward。呢個頻道係希望透過互相分享學習展銷實戰經驗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今日係2005年9月28日，我哋喺九龍城寨公園嘅潮州節。呢個場可以話係地獄級開局，客量唔多，長者為主，仲要熱到隨時中暑。但就喺咁惡劣嘅環境下，我哋用咗一句說話，瞬間逆轉局面。做戶外展真係揾命搏。朝早已經有白車入場接走中暑嘅婆婆，希望佢冇事啦。我兩位同事全副武裝，黑超毛巾短褲，專業精神滿分。但客觀條件真係差，點算？預着爆場係人都識做，但呢啲高難度場先考功夫，人流唔多。但果然係潮州節，入場嘅好多都係潮州阿姨。於是我即刻使出絕招，打電話俾阿媽，現場學咗一句潮州話：潮州糕點好食，就係靠不斷重複呢句鄉音。啲潮州阿姨覺得親切又得意。即刻成班圍咗埋嚟，就係咁。我哋喺劣勢中創造咗羊群效應，雖然長者消費力未必最高，但有人流先有生意，起碼唔輸人唔輸陣。做展銷就係咁，冇可能場場順景，最重要係執生，揾到同客戶嘅連結點。之後仲有3日，我會繼續諗計仔，喺逆境中盡量發揮。如果你都想學多啲逆境展銷嘅心法，或者想知道點樣攞到呢類免費活動嘅靚位，歡迎留言或者掃描2維碼。加入我哋展銷王聯盟，一齊學習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